Hello，大家好啊！我係行朗為 Stephen 啊，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賽馬氛圍節目嚇。今日同大家睇咧係12月20號嚇，係禮拜六嚟㗎，因為今次咧又跑田草星期六嘅賽事啊，而且有11場賽事添嚇。俾貼士之前咧，先嚟睇兩則啊馬圈嘅消息先啦。第一則咧係關於麥道朗嘅，過江騎師啊，世一麥道朗跑埋呢個星期六賽日咧就完成佢喺香港呢邊呢一次嘅客串賽期啦嚟緊咧喺11場賽事裏頭，除咗頭場佢冇坐騎之外咧，由2至11場咧佢都有坐騎嘅喎。咁當然大家可以睇下咧佢由尤達榮馬房同佢嘅一個合拍啦，因為尤達榮咧近6次嘅田戰裏頭咧5次都有馬贏啦。咁所講緊嘅可能關注住咧就係喺第11場啦一定超呢匹馬啦呢匹馬咧人馬有個勝績嘅噃，相當之值得關注而且仲打黃牌出添。好啦，另外咧就可以留意下天賜喜啦一匹都係人馬有相當之多成績去證明嘅嚟自周俊樂同埋咧姚本輝馬房嘅配搭就係10場1號嘅天賜喜。呢匹馬咧側身跑5仗包括咧5仗都係田草1200飛冠就即亞㗎啦咁今次上到嚟3班有增程去到1400嘅情況之下。老實我又覺得1400咧大外檔咧都有大把機會去俾佢跑到埋嚟噃咁所以咧又唔特別擔心嘅，呢匹都會係我其中之一選嘅腳嚟嘅。好啦，事不宜遲啦，俾貼士啦噃。同過往一樣啦，先評下騎練先啦今次咧我會同大家 highlight 2個馬房嘅，分別咧就係呂健威馬房同埋蘇偉賢馬房呂健威馬房咧有3匹馬特別需要留意，就係5場嘅合夥飛馳啦，9場嘅笑傲江湖同埋10場嘅做好自己咁尤其咧特別睇埋咧10場布文同佢嘅一個合拍就係做好自己，因為布文呢個賽日又係好多惡馬，特別喺下半場嘅賽事咁呢匹係布文人馬親自贏過嘅呂健威馬房馬，特別需要關注啦。至於蘇偉賢馬房咧雖然整體嗰個上名率咧就中中游游但係咧呢個賽日似乎出馬咧都相當之強陣要留意2場嘅新力嬌啦，8場嘅新力好啦同埋10場嘅勇冠群英咁特別都要關注住咧配搭麥道朗啦，頭先剛剛講完佢叫做即係呢個客串賽期最後一日啦咁呢匹咧叫做新力嬌2場7號咁亦都係以打一個黃牌嘅情況咧就出戰雖然呢匹馬咧今次係初配麥道朗嘅咁樣。好啦，事不宜遲啦，今次咧同大家睇嘅咧就係第1同第2場嘅 tips 先講第1場第1場我嘅選馬咧會係5號球王同埋咧就係1號線路萬里2匹馬嘅。希威森咧好有誠意噃喺11月28號咧親自就試閘你知希威森好多時都係放頭之鬼㗎啦由頭帶到尾喺個閘績嗰度 win 咗嘅證明近況良好啦。至於賽績方面我都特別注重嘅，大家可以關注10月4號067場次，當其時就係一個5班同程田草1400嘅配搭霍宏星就贏咗線路萬里同埋咧快樂老窩似乎呢2匹馬咧就係冤家嚟㗎啦，所以我覺得今次信唔得過
好啦，咁啊，至於1號嘅線路萬里嚇，潘頓同埋蘇偉賢嚇，留意噃啊！呢匹馬咧分別喺6月28號啦嚇，9月14同埋10月4號咧，即係跨個季嘅3場嚇5班同程賽事啊，咁巧3仗都係咧配搭潘頓，3仗都係咧就係跑第2嚇，咁啊全部輸得唔遠㗎，都係短頭啦，一個頭啦。2分1馬位等等啦，咁好明顯啦，今次繼續配搭潘頓咧，都係始終要有一次要交代㗎啦咁樣。咁加上咧潘頓咧亦都喺呢匹馬上面咧下過咁多功夫，我相信咧都係要翻嘅咁所以咧同大家睇啦一場5班田草1400米嘅賽事咧，我嘅選馬咧係5號嘅球王同埋1號嘅線路萬里。好啦，咁跟住咧就即係睇第2場賽事啦。第2場咧，我喜歡咧就會係呢個9號馬嘉應勇士嚟自潘頓嘅，同埋咧當然就唔少得7號馬新烈驕就嚟自麥道朗嘅就係7號同埋9號貴福特咧馬房少少咁出馬少少，咁暫時上名咧仲係維持到3成1㗎咁特別可以關注住咧喺今年年初啦2月16號428場次，當其時咧就配搭潘明輝就跑過4班同程結果就贏咗嘅贏緊喜尊龍同埋激光蝶影咁呢匹馬近嚟嘅就有上名嘅績咧，就要去到6月22號黃昏馬767場次，又繼續係潘明輝咁跑田草1000，咁跑咗個第3嘅。嗱，今次當然啦，逆配潘頓就係一個非常之大改善嘅強配啦潘明輝暫時上名率23爺，潘頓係足一個得係46嘅，咁相當值得去稱先嘅呢匹馬。咁至於咧另外一匹咧就係要留意啦7號嘅新力驕麥道朗同埋蘇偉賢啦。當然唔少得就係頭先提過蘇偉賢馬房嘅馬我今日特別中意嘅。咁當然馬匹都有績嘅可以關注翻喺10月1號啦今年國慶馬059場次，當其時配搭艾少禮就 win 咗嘅，贏就係做好自己，咁做好自己都係剛剛亦都有 highlight 過第10場嘅馬我又係好想要嘅。另外咧10月26號125場次繼續配搭艾少禮，其實亦都係跑咗個第2咁所以咧艾少禮能夠做到呢匹馬有 win 有 pay， 我又唔擔心麥道朗雖然係初配未有證明，我又唔擔心佢做唔到噃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咧艾少禮暫時今季以嚟上名率2成1，而改善去到咧麥道朗上名率3成9咁我覺得呢個都係要看重嘅。咁所以重複一次啦依場4班田草1200米我嘅選擇係嘉應勇士9號馬，同埋咧就係新力驕就係7號馬嘅。好啦，咁重複一次啦我嘅今次嘅 tips 咧就1、2場各比單棍1場就係線路萬里加球王2場就係咧嘉應勇士同埋新力驕大家即管可以2穿3買下連贏位置 Q 祝大家贏多啲，我哋下期再見，拜拜。